喂，小明哥 ，Hello，好，今次表演籌備咗好耐喎，聽講。籌備咗好耐，但係事前我啲工作咧就搞得比較上繁複啲啦，咁結果咧就一步步落解決晒啲困難啦。咁聽到你咁樣講就好啦，但係開唔開心啊？今次心情點啊？因為呢次咧係我翻嚟家鄉第一次我嘅個人演唱會。咁其實我其他地方我都有演唱，都有做過好多場個人演唱會，但係翻嚟家鄉咧就有唔同嘅感受啦，因為翻嚟鄉下面對住我哋啲領導，面對住我哋啲隨時兄弟，咁啊既興奮，咁啊多多少少咧，真係有種異樣嘅心情啦。有冇咩特別嘅節目可以透露俾我哋？有㗎，咁因為咧就好多熟悉我個歌嘅粉絲啊，嗰啲觀眾朋友睇過晒我以前嗰啲帶有正氣嘅劇集，包括《霍元甲》三部曲，咁裏邊嘅主題曲啊。大號是中華啊，萬里長城永不倒啊，等等呢啲咁有正氣嘅歌，好少子啊咁。咁但係今次咧，我都準備咗啲我唱片專輯裏邊一啲比較輕鬆啲嘅、接地氣啲嘅，特別有一 part 咧係宣揚翻我哋要保持我哋廣東嘅粵語文化。咁嗰 part 歌咧都幾好笑嘅，幾好玩嘅。除咗粵語文化之外，仲聽講今次有啲特別嘅 message 係想帶俾觀眾，可唔可以講嚟聽下？係啊，因為咧睇過我嘅作品都知道我係往往都會擺咗一個關心我哋國家、愛我哋國家嘅精神，即係呢個愛國精神一定要 keep 嘅。所以喺我個作品裏邊一定有善惡好分明，一定要弘揚我哋民族精神，弘揚我哋愛國嘅精神。咁所以今次我哋呢一個 message 咧，都會希望大家唔係睇個歌手淨係唱歌跳下舞，舞台有啲花巧嘅嘢搞下就嚟唱啦。我希望咧會將呢一啲歷史有一啲傳承嘅、有啲意義嘅 message 咧嘅信息咧，都喺我節目裏邊俾大家接收到。當佢睇完個節目離開劇院啦，佢哋會帶住一種信息回家嘅。呢個係我最想做到。我都希望呢種精神咧能夠即係世世代代一路咁傳上去，包括咗而家大家熟悉我呢啲比較愛國精神嘅歌都好啦。呢啲歌都希望一代一代能夠啲孩子們繼續唱落去。咁小明哥今次有冇信心啊？講嚟聽下。有呢個絕對冇問題啦。因為喺呢個演唱會開之前咧，我已經試咗幾個模板啊，等於，但係每一 part 咧都係非常受到觀眾嘅關注同埋歡迎。每次大家啲家長差唔多，我知我係6歲到60歲都覺得睇完之後佢有裨益嘅。咁時間又差唔多咯，差唔多出場咯，小明哥你要加油啊！好，啊，我哋望住觀眾同觀眾講聲。好，大家多啲支持，多啲捧場啦！